形象与能力的平衡，人生的第一课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挑战，而形象与能力的平衡是成功的基石。从踏入社会的第一天起，形象便成为他人评价我们的一扇窗口，而能力则是支撑我们走得更远的内在动力。如何管理形象、提升能力，并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，是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课题。第一印象的力量，形象的重要性。我们常说先敬罗衣后敬人，这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相：外在形象对人际交往的影响力不可低估。在人际交往中，第一印象的形成通常只需要几秒钟，而这短暂的瞬间往往会决定他人对你的态度。比如，当你穿着光鲜得体，驾驶一辆高档车进入聚会时，人们往往会对你抱有更高的期望。相反，如果你穿着邋遢、不修边幅，可能会被迅速贴上没有实力的标签。形象管理并不是单纯追求外表的华丽，而是通过得体的外在展现内在的自信与修养。一个整洁的仪容，一份适合场合的穿着，往往能帮助你赢得他人的尊重与信任。形象是一种信号，向外界传递你的态度、品味和价值观。因此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保持良好的外在形象都是一种必要的投资。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形象差异。成功与失败并非仅取决于能力，外界对成功者与失败者的评价往往存在显著的双重标准。成功者吃青菜会被认为是在养生，体现出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，而失败者即使吃同样的青菜，却可能被解读为寒酸。这种现象提醒我们，无论能力多么强大，适当的形象修饰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误解。形象是通往成功的第一步，形象管理的真正价值在于，它能让你的能力更容易被看见。当你的外在形象符合社会的主流期待时，会让别人更愿意倾听你的声音，接受你的观点。形象并非能力的对立面，而是能力的辅助工具。学会让形象走在能力的前面，能帮助你获得更多的机会与资源。改变的起点，挑战舒适圈。恐惧是成长的催化剂。改变自己最快的方法，就是去做那些让你害怕的事。恐惧是人类的本能，但它同时也是成长的催化剂。当你选择正视恐惧，并勇敢地挑战它时，你会发现自己拥有超乎想象的潜力。害怕演讲。尝试在朋友面前练习，害怕权威。勇敢地表达你的意见。每一次突破舒适圈的尝试，都是一次自我重塑的机会。依赖他人是慢性自杀。在生活中，依赖他人或某种稳定的环境可能让你感到安全，但这种安全感往往是短暂的。过度依赖会削弱你的独立能力，让你在面对挑战时手足无措。正如大树底下无大草这句话所说，大树提供的庇护虽然让小草免受风雨侵袭，但也阻碍了阳光的照射，限制了它的成长。只有学会独立，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人生。持续学习与成长。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我们保持持续的努力与学习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每天学习一点新知识，设定小目标并不断实现，长期下来，你会惊讶于自己的变化。比如，学习一门新技能，读一本有启发性的书，这些小行动都能帮助你逐步提升自己。人际关系的经营，礼尚往来的艺术。送礼的智慧。在人际交往中，送礼是一种传递善意与感谢的方式，但如何送得得体却是一门学问。投其所好是送礼的关键，了解对方的需求与偏好，才能让礼物达到最大的效果。同时，礼物的价值不在于金钱的多寡，而在于是否能表达出你的真心与重视。建立互信的合作关系。成功的合作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。在工作中，尊重彼此的专业性，主动分享资讯，这些行为都能帮助建立更加稳固的合作关系。一个能够顺畅合作的团队，往往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更强的应对能力与创造力。主动扩展社交圈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扩展人际网络已成为成功的必要条件。参与社交活动，主动结识新朋友，参加行业内的会议或活动，都能帮助你接触到更多有价值的资源与信息。同时，与不同背景的人交往，还能开拓你的视野，提升你的思维深度。内外兼修，形象与能力的双重提升。形象的长期投资。
形象管理是一种长期的自我投资，选择合适的穿着风格，注重身体健康与仪态修养，这些小细节能够极大地提升你的自信心与他人对你的评价。更重要的是，让你的外在形象与内心价值观一致，才能展现出真正的魅力。能力是成功的根基，形象是门票，能力才是让你留在舞台上的理由。无论是专业技能的提升，还是人际交往能力的加强，都需要持续的学习与实践。当你的能力与形象相辅相成时，你的价值将得到最大的体现。跳出舒适圈，实现长久成功。成功的关键在于平衡外在与内在，并不断挑战自己。形象让你赢得初次机会，能力让你抓住并延续这些机会，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则是助力你攀登更高峰的重要工具。从今天开始，注重内外兼修，敢于直面挑战，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，让自己在形象与能力的双重提升中实现突破，创造一个更精彩的未来。